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明。今日是3月24日吼，咱来回顾就讲吼，过去2014年日头过学生运动吼，嘛已经过7档，咱看到讲3月18开始占领立法院，3月23佮占领行政院，然后3月24就是真重要，一天就是发生着警察强烈驱离吼，致使群众有人这个流血受伤的这个事件吼。咱嘛讲到甲一直甲这个4月初10抗议的学生吼，才完完全全离开立法院，咱嘛。讲到7档以来啦吼，有真侪种这讨论。有人讲哦，占领这个立法院吼无罪，但是占领行政院然后本地就是这个错误的这个行为然后。有人认为讲这个外界对同款受伤这个警员拢无关心，但是咧有一寡这个警察执法内底承受过当执法的这个部分，有违反到这个比例原则也是无啦吼。买手咱看到讲伫咧法院这个攻防吼，大家嘛是有无共款的这个见解。啊，司法的进度吼，咱嘛带大家过来了解一下吼。咱看到讲吼，这个学运的这个领袖魏阳吼，这个人然后被依照啥煽动罪来起诉了吼。一审伫这个台北地方法院吼认定讲因并无煽动吼他人这个犯罪这个犯意，判决是无罪。但是咱看到讲吼，2020年这个判决吼，咱讲到吼高等法院吼改判有罪了吼。魏阳、陈廷和吼，这个人被判3个月至4个月吼不等的这个徒刑吼，会当依靠罚金。但是咧，咱看到讲魏阳这人吼不服来上诉了吼。3审咱看到讲最高法院吼，伫咧1月时阵嘛撤销掉这个原来这个判决，登去吼，咱讲高等法院吼经审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庭上迄当阵是安怎来认定？咱讲吼，这个法律内底吼，尤其是这个宪法并无明定讲有这个抵抗权吼，但是依照着这个民主国家这个宪政原理吼，应该爱来承认吼，引起着真大这个回响甲讨论吼。今日咱就透过这个节目吼，咱来看到讲吼，这个满7档以来，咱的这个思考吼，民主的这个制度也好，也是有咱司法这个部分，安怎去看3月23、3月24即天吼，透过今日节目，咱做伙来对话。现在邀请节目电影3位来宾，第一咱们邀请占领行政院迄天哦，咱看到有董事长郑文阳，伊即阵是这个问奖大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来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一位哦，同款是这个占领行政院董事长吼，义务团律师啦吼，咱邀请到叶应华律师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是倪应华律师。第三，咱邀请中国国民党文团会副主委郑兆新你好。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兆新。是哦，小连线透过连线，咱们连线到艋舺分局警察赵民警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啦，咱讲吼，这个318甲单吼，尤其经过咱讲323、324吼，这个事件了吼，已经7档的这个时间，7档以来，咱安怎去思考这件代志吼？尤其咱看到讲吼，咱看到这个审判这个部分吼，第2审咱看到魏阳这个人吼，因为这个公检立法，这个立法院了后，行政院这个部分吼，去用判罪啦吼，但是这个部分咱嘛看到讲吼，第3审判这个时阵吼，最高法院吼已经有另外这个吼更新的这个座位啊吼，咱先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这个报道先来做一看。2014年太阳花学运的期间，发生3月23占领行政院的事件。清场的过程当中，警察甲民众爆发流血的冲突。后来检察官起诉132个人。到2017年，法官一审判决其中11个人有罪，28早起佫进行2审的判决。其中8个人确定有罪定刑，不过连原本无罪的学运主角魏阳等7个人拢予改判有罪。当时分别以言论呼吁不特定的多数人要以仿效占领立法院的方式来占领行政院，但是行政院当时呢是设有拒马蛇笼，在这种情况下，非聚集众人用强暴的方式是没有办法达成的。魏阳等7个人共判2个月到4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合议庭强调，就算反对者认为国民党前立委张庆忠在咧推行服务修法的过程当中有天数的侦查，要是会当透过合法理性的途径来救济。不过，魏阳甲律师团批评讲，法官的思想也留伫咧戒严的时代，判决的结果让人真失望。今天的判决等于是在跟当天上万的台湾人说，你们全部都是一群暴民，你们没有自己思考的能力，你们就是被上货来的。
但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讯息。迄当阵的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飞环，即马已经是民进党的副秘书长，伊早起定定去高等法院外口关心判决的结果。今天非常遗憾有这样的判决结果。那我想，我作为这个运动的参与者，我有责任在今天判决的时候来关心一下。迄当阵占领立法院的被告已经全部无罪，不过3月23占领行政院的被告，全案当总有10外个人封判有罪，不过魏用等等7个人因为一审无罪，所以会当搁再上诉。记者综合报道。是啦，简单甲大家回复吼，这个一寡这个背景的这个部分，咱看到讲，迄当阵这个学生运动吼，占领着立法院吼，是因为这个立法院要审查着这个服务贸易协议啦吼，咱讲吼，这本地会对两岸吼有真大这个影响，牵涉到咱的政治也好，经济也好啦吼。啊，咱讲迄当阵有人认为吼，这个政府对这个服务协议的这个谈判内容欠透明，加上吼，这个立委张庆忠吼，这个审查行为有一寡这个疑虑啦吼，引起着济吼反对团体的这个抗争行为，然后迄当阵。咱嘛看到讲捍卫民主、退回服务，当时阵吼是引发着吼真济人的这个支持，然后但是有人讲哇是安怎？这个3月23、3月24吼，有淡薄仔这个变质吼，有人用这个变质的这个部分来去说明吼。但是咱看到讲警察执法的这个部分是毋是嘛有适当？咱先来看到讲吼，这张图咱有做一寡吼，第1波、第2波、第3波的这个区离，然后咱看到讲吼，本地3月23的时阵已经占领到这个行政院啊这个部分，但是当阵咱看到讲警察局吼要下令讲吼，这个侦捕部队吼要对这个北平东路也好啦、绍兴北街吼来去做一寡区离，然后头一波是区离民众甲这个记者吼，另外第2波咱看到讲吼，这侦捕部队吼对行政院的这个后门吼，为这个北平的这个车道吼啊来去处理啊甲静坐的这个民众吼，咱嘛看到讲，迄当阵这个在野党吼，迄当阵是蔡英文、苏贞昌这些人，然后拢来去做参与的静坐，然后但是第2波处理的时阵有人吼因着先离开啊，但是咱看到讲立委吼这个周家安吼啊嘛是互这个警方吼这个目睭还是讲头部吼，真正是用这个喊的安尼吼喊甲昏迷去，然后来去送病院。另外咧，洪永莲甲这个南港分局吼，这个局长吼杨凤正吼，驱离政院行政院在这个1楼的这个民众时阵吼，有学生囡仔头部受到这个吼警察的这个棍啊吼啊伤到伊的这个头部啦吼，这个头壳出血吼，紧急来送医吼。第3波的驱离是发生伫饭店过这个4点1分的这个时阵吼，大安分局。4局长吼，伊就用到这个吼警力，啊，到这个高压的这个水炮车啦吼，驱离这个行政院头前的这个广场民众吼。相信迄天吼，记忆真深，就是咱的郑运奖啦吼。其实你毋是学生囡仔，但是你的这个支持这个部分吼，但是咱有人讲3月23、3月24这个学生运动有淡时啊，吼是变质去，你敢安尼认为咧？嘿，其实我感觉一点仔拢无变质去。因为若是有看过伊正经办的公听会的内容，你就会想知影。其实真侪专家学者拢反对这个服务的部分，所以我是感觉，佮加上张庆忠这个30秒的事件，我是感觉上街头是一个必要的措施啦。是上街头是必要的措施，但是有人讲这是伫318立法院拢无代志，因为咱讲这个根据着这个集会游行法的这个部分吼，咱讲这个立法院是无包含在的，但是行政院有哦。迄当阵有人是安尼这个认为，然后但是咱嘛看到讲迄天吼刷来吼，虽然说有人吼无要走，驱离的这个行动一波搁一波，然后其实你嘛准备着这个相片，甲咱恢复一下记忆，然后你嘛迄当阵上足侪新闻的这个画面吼，因为你嘛去用喊去用讲是。哈，对啊，因为我是讲为虾米会去行政院，是因为在立法院的时阵，阮已经无法度达到阮的诉求啊，所以阮才不得已的来转去行政院的现场。是。那因为可能行政院的立场较无共。OK。搁加上可能拜一要上班啊，所以暗时才会发生即款浪费暴力驱离的代志发生啊。所以咱即阵嘛要搁请教吼，咱的这个赵大兄啦吼，这个民警兄，因为你嘛是做警察啦，尤其这个代志吼是发生伫咧这个行政院嘛，算是这个台北市的这个部分吼。咱嘛看到讲吼，迄当阵这个吼
迄当阵呢，行政院长江宜桦伊讲，这学生运动已经变质去吼。伊佫讲吼，这个拜一就要上班啊，所以要恢复到咱讲行政的这个秩序啦吼。咱嘛看到讲尾手，这个台北市政府的这个警察局吼，咱嘛当看到讲，伊是去互这个判决败诉哈，啊被要求讲吼，这个差不多10组的这个被害者吼，要判这赔差不多110万吼，遮尔这个金额。 对咱讲吼，警察的执法的这个原则也好，还是讲执法的这个信心会受到这个判决的影响无？你安怎看咧？哦，其实吼，像咱拄仔讲看到即个法院的判决，对323迄天入去行政院遮的学生吼，还是讲遮的抗争的人，伊的判决嘛是无，毋是讲逐个人拢共款。所以咱嘛是爱认识到讲，你即摆伫现场吼，毋是讲所有的警员伊做的行为嘛是拢共款。啊，咱先前咱若伫画面内底会使看到讲，有的警员伊的即个动作，还是讲伊的即个行为是超过伊即个界线。啊，咱若讲吼，其实国家是应该爱咱讲。 故意讲盖瓜承受啦，其实这所谓内底任何一个警员的行为，本来就是应该政府还是国家公安来负责。但是咱看到这规个过程内底吼，规个无合理的地方，就是讲，第一就是其实咱台湾的警员哦，对这个法治教育啦，甲你这个你入勤的时阵吼，你这个法律的这个认识是无够的，因为咱受的训练大部分就是这个技术性的，比如讲警棍要安怎用，包括这个手铐要安怎用，但是你讲。 你伫现场，你家己的界线伫倒位，还是讲你伫勤务进程，你这思想教育是无够。第二就是讲，咱的警官呢，伊下这命令是毋是合理？比如讲，我若讲早起8点进前，讲我爱清场，我甲这行政院甲清掉。但是8点这个时间对现场的警员，还是讲这指挥官来讲，伊这时间有够无？还是无够？比如讲，你若是8点钟会使完成的代志，你即摆讲5点钟还是4点钟才完成，你爱用的手段一定较。 原来就无共款啦，所以你现场的指挥官是你的警员，你压力就无共款。第三个就是讲，你现场的遮个人，你遮个这执勤的当然呢，你的这个情绪是毋是有受到控制？哦，啊，你若这3项其实你拢出问题，就是会出现讲你甲民众之间其实有冲突。但是警察来到现场，其实伊毋是为着讲要解决这个事件，因为这是政治性的嘛。警察无法度解决政治性的物件，伊上主要的目的就是讲，我伫遮。 互你的这个政府机关的人，啊，比如讲你上班的这公务员，还是讲你内底这老守的人，啊，搁现场的这个民众，你莫受到这个无法度恢复的这个伤害。其实警方来遮是保护双方，其实中是保护双方。但是你若讲你无掠着这个界线，是讲你来遮的目的，你毋知影，你来遮是要创啥的时阵，你就有可能你这冲突内底你变当事者。其实咱看现场的情况，就是有的人伊失去控制，变讲。 伊家己参与到这个活动内底，啊，不管是民众还是警员共款，伊拢有出现遮情况出现的时阵，就像咱看到讲有遮行动啊，会造成这民众受伤，啊，警察受伤，还是讲大家有流血的情况出现。嗯，是。 咱嘛讲到啦吼，其实有真侪这个警察嘛是受伤的这个部分吼，所以有人讲啥？有人讲吼，这个警察受伤这个部分嘛爱来去重视啦吼。但是头拄啊，这个石碑吼嘛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讲吼，这个真侪人拢讲吼无吼，这个查无这个警察啥，甚至讲爱要求吼，恁去告的这个人吼，爱甲这个警员这个名是啥，家己去找出来吼。这有影是较无合理的这个部分。但是头拄啊，石碑嘛有讲到吼，讲到啥，就是讲国家爱盖瓜来承受。但是咱看到讲吼。 迄当时的这个执政党甲即阵的这执政党已经换了吼，所以即阵是透过这个司法的这个过程吼，来去做一寡吼部分的这个厘清啦吼。咱嘛看到讲吼，7当后的这个今仔日啦吼，真侪这个定数吼都无用到这个吼定数理由，无过来受理。啊，另外咧，咱讲吼，这个法律上限这部分是最高法院发回更新。咱头拄讲到吼，2审的这个时阵是判这个贵阳因遮的人有罪啦吼，伊讲这个是煽动，但是咱嘛看到讲12月25吼，旧年的这个时间吼。 开到这个言辞辩论的这个部分，咱们看到讲，迄当阵的这个辩论吼是有影精彩啦吼，啊，但是这回咱们看到讲1月18号，今年上新的这个部分是发回更新啊，所以咱看起来是对这个抗争者较有利的吗？律师？是啦，就是这部分最高法院发回理由内底都讲到吼，啊，公民不服从哦，就这种公开非暴力的吼，出于良知决定的调工的吼触犯法律的这个行为啦。 就是讲，在最高法院看法内底，伊感觉讲，即寡民众吼，大概是因为有公民不服从这种权利，所以讲来感觉讲，这判决原地判伊有罪，安尼是唔对的。所以讲最高法院
撤销掉高等法院判决，发挥到高等法院去定性啦。所以讲这个内容，即马对高等法院来讲，这嘛是一个最高法院一个见解，会去希望讲高等法院去参考，但是敢若参考尔，一定安尼判无？无一定呢。无一定，所以嘛是50-50安尼。嘿，无一定。是。一般来讲，咱到律师的经验啦，都最高法院一个见解那发到高等法院时，高等法院一般来讲是会参考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内容和意见。毋过对这意见来讲，咱这案件为用这案件来讲，是因为讲伊这案件当然就重大瞩目性的案件时，可能高等法院法官佮参考到讲这案件本身就有真高的这个争议所以讲判决书我们嘛无法度去一定认为讲高等法院一定会判魏永英有罪还是无罪，还那个无一定。是啦这是咱讲这个诉讼的这个部分过来请教教授兄，咱讲这个318真正是改写到台湾近代的这个历史啦，7党以来但是7党后，咱嘛看到讲真侪风波又搁出现比如都讲伫咧司法的这个攻防内底，咱嘛看到讲1审的时阵本地判无罪，2审的时阵搁改判有罪啦咱看到这回最高法院发挥精神这部分，你安怎看这个判决的？伊当时7年进程时间过啊真紧伊当时我搁足散的即马大考足济，伊当时我拄好伫国会做助理嘛所以讲我是近距离的观察这案件这事件演变伊当时我拿的朋友甲亲的朋友拢足济讲实在是安尼，内底有一寡太阳花其实嘛是朋友毋过大家立场无共款尔我近距离来看，就是讲其实咧国会咧做工课的助理不管你是男的还是青的一般来讲对国会甲行政院会较尊重啦，因为平时培养的这专业的培养，就是讲这代表的毋是政党伊家己的立场这是一个国家的体制咧运作的时阵，要有一个基本的讨论的场域跟平台所以讲为虾米讲其实讲你讲魏阳你是有罪还是无罪，这是较政治较主观搁有这政治的这安怎讲攻防而且一来一去的所以讲拢有道理，这较主观的物件。毋过这背后其实有一个较深的观念咱会当讨论，就是为虾米美国同款即届川普咧选举的时阵结果有一寡支持者伊无法度接受咧选举的结果，就为了 Capitol Hill 国会山庄冲入去结果大家普遍是讲，不管你是有支持川普你无法度认同这款的行为是安怎呢？因为国会伊在美国所代表的是一个宪法的精神，宪法运作的精神，伊比进动还是什么力量更较管所以冲进去，他觉得说他是改变这大家一个共识就是体制最重要的，宪法最重要的所以讲这后壁来看的时阵，其实是安怎？这个案件或这个事件，若是发生在戒严进程，戒严的时间戒严的阶段，我是感觉讲这个诉求是更较有正当性啦。但是现在即摆已经是一个民主社会，有太阳花学运的时阵，讲实在的，民进党甲国民党拢有执政过变甲这个李总统甲马英九拢做过总统，所以讲这个时阵，大家冲入去的时阵，其实内底有可能有一个观念，就是讲我对这个体制佫无够认同。可能这是国民党的党国体系这是宪法，毋是咱。但是当阵北调的，就是大家认为，当阵的这个国民党可能因为这个服务贸易协定，所以讲我讲其实伊是会当分开的。在咱国会内底的助理，伊是较会当分开的。即便你是咱讲民进党的助理，伊嘛感觉讲咱有其他的手段，咱会当抗议。街头跟公署。小可无共我们可以包围，可以占领，可以占领国民党部都无紧。但是对行政院来讲，伊讲这个还是有一个地位，因为民进党执政的时阵，这行政院嘛是大家的行政院所以讲到尾跟咱即马民进党执政差不多6、7年同款有抗议的时阵，你嘛是同款剧嘛是要架起来，你也袂当讲是这是公民服从，当然啦这。严重性跟瞩目性都完全无共，因为服贸毕竟是大的代志毋过这样咱思考就是讲，其实咱即马已经是民主社会，咱对咱这个国家即马的中华民国这个体制，是毋是
属于我们的全体的国民哈，台湾的这个我们的乡亲，而不是说用一个党国体制去否定说行政院的而是立法院也正当性，我感觉这是后边较深的会当讨论的问题。有影吼，其实这个赵先生嘛讲到吼，过去吼做助理迄段时间的这个观察吼，继续咱搁申请到吼律师啦吼，咱看到讲这回这个最高法院内底吼，伊特别讲到这个抵抗权的这个部分吼，真正这个吼头段吼赵先生嘛讲到吼，若是讲过去这是威权社会这个时阵特别有效啦，还是讲真正会当吼适合到这款的这个吼，咱讲吼公民无服从的这个部分，用到人民的力量吼冲入去这个国会内底，吼你安怎看咧？我感觉是安尼啦，主持人，因为是讲起来，即摆美国拿川普这选举的代志吼，讲人冲到什么国会山庄，这是对着迄选举的结果的不满。咱感觉讲迄是无道理，因为选举的结果是大家拢尊重，选举结果嘛无啥物做啥物违法的那选法舞弊的代志拢无嘛，因拢无证据。啊，毋过这服贸协议这代志当初时阵其实是足大一个争议啦，吼，迄阵的民意情形大家嘛无咧相信这服贸，譬如讲咱电视都是共款这例子啦吼。啊，伫迄个情形下的时阵，最高法院即个的判决当中都有写着讲我拄仔讲的吼，比如讲国民不服从，还有这个抵抗权的部分，拢有讲着。这就是为着，因为讲刑法的这个，咱讲一个煽惑他人犯罪的这部分，甲宪法的这个言论自由，也是讲人民的抵抗权的保障来讲，宪法当然嘛是高有好这般刑法的部分啦。所以讲，最高法院就提醒高等法院讲，这抵抗权的部分是为真久以前的这民主国家的一个传下，咱的判决内底，佫特别写讲，我国宪法虽然讲无明文规定讲抵抗权，啊，毋过嘛感觉讲咱嘛是爱适用，吼。佫另外佫讲到一句讲，人民行使着抵抗权的行为时，应该爱阻却违法啦。下面叫做是阻却违法。其实阻却违法就是咱讲，若是讲伊是按照法律讲的一个代志，还是讲做的一个行为时，本身就袂使去认为伊是违法，所以讲叫做阻却违法。比如讲。公务员伊去执行行为是，比如讲公务员杀人，公务员去执行死刑的时，伊嘛是一个公务员，嘛是杀人，无毋对啦。啊，毋过伊是因为公务员的执法行为嘛，本身就无违法，所以讲叫做阻却违法是安尼意思啦。有影啦吼，所以咱头拄嘛讲到吼，这个法会经审了吼，伊上大这个最高法院认定就是吼，人民有这个抵抗权这个部分吼，继续咱搁请教这个吼，咱的这个原警吼，这个就杯兄啦吼。咱继续来请教你啦吼，就是讲吼，有人讲啊，占领立法院是无罪啊，占领行政院是有罪啦吼。啊，尤其看到咱头拄嘛讲到吼，这个最高法院认定这个人民有抵抗权的这个部分，对于咱头拄嘛讲到这个部分是这个警察的这个信心讲真正会影响到吼，咱看到这个判决的这个部分。我怎来讲的，就是讲吼，其实拄啊，这个来宾有讲到讲，你美国、你台湾有发生像入去你行政院是立法院国会安尼，吼，其实你威权的国家是无的，这是颠倒病啊！你若戒严的时阵吼，因为是政变，还是讲革命，啊，若无迄个抗议，到入去立法院，当然是讲这个行政院内底这个争议啦。吼，其实真正这个公民不服从的这个运动，是你民主国家才有的。其实反而是讲咱有入去民众去抗争，啊，入去立法院甲行政院，才会显示咱台湾其实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你若无民主的国家，是无这个可能的啦。啊，但是咱即摆回过头来讲吼，其实咱不管是咱的民众，还是讲咱的长官，还是讲咱警员本身吼，咱对执法的这个内容吼，你的认识是无够。譬如讲，大家有袂清楚，啥物叫做违法，啥物叫做执法过当。执法过当的意思是讲，我这件代志我本来通啊做。譬如讲，我通甲你上手铐，但是我甲你锁了足暗的，啊你手足疼的，叫做执法过当。但是你这个人你若无犯罪，我甲你上手铐，啊，互你足舒服的，互你足轻巧的，但是安尼嘛是违法。哦，所以你若讲本身是违法的时阵，你就无这个执法过当的这个问题。啊，咱来看迄个3月4即天的这个行政院吼，违警员咱有看到画面用这个警棍去拍这个学生的头，还是咧抗争者的头。其实你用警棍是无要紧，譬如讲你若用这警棍，你甲压走，是讲你甲拗伊的手，甲拗起来甲带走，这本身是无问题。但是你袂使用这个警棍来甲攻击。你甲攻击的时阵，这都毋是讲我执法过当哦，这就是违法。你若讲我甲你拗手，拗了伤大力，你会疼，这叫做执法过当啦。但是你若直接拍人的头，拍人的这胸坎，拍这危险的所在，
其实这是违法，咱来甲这个分清楚。但是咱到即马，其实不管是咱家己警员的教育，还是警官伊家己对这个代志的认识是无够。其实我是安尼想啦，你若讲吼，咱警察机关哦，还是讲咱的政府行政机关，会使家己去反省讲，咱现场若有100个警员，其实你看有这个动作的人，可能是2个、3个，甚至更加少。唔是讲大家人拢安尼嘛，有的人嘛是用酒的，有的人用拖的、用拖的，唔是大家人拢摕警棍拢甲拍跌头嘛。但是你若甲这个人找出来，反而是讲下摆咱的执法有一个标准。你若讲哦，咱这海军即马咱甲找出来，下摆我用酒的、用拖的、用2个人甲你跟走，你就无话讲啊。但是你若讲咱内底拢有2个、3个安尼的人，啊，你大概去翕到这个镜头，讲警察会拍人，还是讲你用这个违法的方式来达成你的目标的时阵，其实对你下摆警察的执法来讲，其实这是更加，互你惹麻烦。迄就咱讲咱以前为这个警员哦，讲我甲你开红单，我无甲你开，我甲你收一寡钱。迄嘛是海军即摆100人内底可能1个、2个，但是你若下摆拢无这个人的时阵，大家对警方你抓交通违规的时阵，你的信心你就会提高嘛。所以其实咱应该是讲，咱甲代志分开来看。你入去行政院还是立法院，这件代志是政治性的问题，这个代志也可以解决。但是咱警察本身的你的这个行动、你的行为，到底有违法无？还是做一个行为是过当的？咱甲查好清楚，咱甲分清楚。下摆第一是对警员上好的教育，第二下摆警员你若共款的情况的时阵，你的执法才大家才有信心，才会知影讲你所做的代志，倒一件是对的，倒一件是唔对的。其实我是感觉讲，过7年啊，咱还未完全反省讲发生这件代志的时阵，甲即马咱有对这个制度，还是讲咱对这个警员的，还是民众这个法治的教育，有做到这个进步的程度无？我想是无的啦。是啦吼，咱讲吼已经过7档啊，咱的这个讨论吼，就是讲这个部分可能吼，买当吼一寡这个吼警察吼，还是较高层的这个人吼，来过去一个思考啦吼。尤其咱讲吼过去吼，这件事件3月23、3月24驱离事件这个部分吼，到底吼这是用这个警棍是砍人的头，还是用这个攻击的？这当然是亲像民警遐所讲的，这都是违法吼。啊，就是讲拗手啊，是拗到你足痛，这就是执法过当的这个部分。啊，是讲你2个人、3个人，警察甲你讲出来，这都无。这个违法这个现象吼，透过吼就袂安尼讲吼，相信大家会搁较清楚啦吼。但是咱即阵要搁带大家来看讲吼，就是头拄亲像这个石杯所讲的，咱真正是查无着吼当事者吼攻击的这个警察是虾米人吼，所以即阵拢是查无不法啦吼。咱嘛有另外一个报道，清楚来看。好，听我口令，起队，干什么？2014年3月23半暝，警察局的笔管伫行政院广场和平静坐的民众，使用暴力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迄一暝通报救护车救护的人数拢总197个人，受伤上严重的坐轮椅，几啊个月才恢复。那轮到我被驱离了之后，我被带到警察的任枪里面，就是被一阵的拳打脚踢，或是用盾牌的警棍攻击。司改会组织义务律师团协助民众，要向施暴的警察甲政府官员追究责任。参与的李明如律师表示，迄当时台北地检署甲人民做对头，自诉案的民众徛出来追究国家暴力颠倒行对家起诉。第一时间国家暴力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地检署台北地检署的态度，其实对于就是侦办这种施暴员警是相对消极的，就是他们有公布那个反黑箱服贸的调查报告，去起诉了119名的民众，第一波是119，后来自诉案的民众站出来告国家暴力的时候，反而被追加起诉，说哦你有受伤，那代表你有去行政院。324笔管事件案件经过7档的诉讼，所有的自诉案唔是和法院驳回，无就是宣布无罪。7档以来，民间组成的义务律师团四界走踪收集资料。伊嘛希望透过公开展览，让大家莫袂记哩这桩历史事件。其实控诉国家暴力的案件也在2020年就是全部都结束。那虽然这个结果都是无罪的，这样的结果虽然我们是很失望，但是我们还是想要留下一些记录，然后并且把这整个历程可以呈现给社会大众。有影像的记录，细细笔录详细事件发生时间。
7档来追究国家暴力的诉讼，最后的答案是找无人，也无就是无罪。透过公开展览，完整呈现一路收集整理的资料。主办单位希望透过经验分享，和民众理解历史，嘛希望和一路参与的所有人温柔甲安慰。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北报道。好，咱感谢苏晴甲这个桂林的这个报道啦吼，咱头都嘛讲到吼，这个任何无这个施暴这个环境吼，甲警察的这个长官吼，咱头都嘛看到影像内底吼，遮个人吼，拢无受到吼任何这个追究啦吼。啊，到底想要来这个负责任嘛，真侪种的这个讨论吼。另外就是讲，要去追究吼，这个咱家己去吼参与到这个诉讼的亲像像底线啦吼，家己去参与到诉讼的这个过程吼，先甲咱说明一下。啊，尤其咱讲到2020年，这当来因拢是判无罪吼，你安怎看咧？其实参与的诉讼哦，一开始也毋捌行过法律这件代志啦。啊，伊伫到要真正上法院的时阵，才感觉其实你家己拢知影代志安怎发生的，啊，毋过你并无法度用法律的言语甲法官讲，讲这件代志哪会安尼？所以对我最大的困扰就是，我无法度甲我的代志文字。伊用讲的，也是讲用写的，讲互法官知影，系啊，所以真侪判官我是感觉拢对阮足不利的。啊，毋过因为家己嘛毋捌啊，所以就是安尼继续行落去。啊，行到旧年，你知影判官落来，你嘛是感觉足不满的。啊，毋过伊尾后就是讲已经无法度搁上诉啊，所以就是。这不得已无奈的状况之下来结束这个法官的诉讼，就无法度搁行了，所以你嘛感觉足无奈啊，所以你就会感觉对司法有一寡失望啊，还是庆幸的感觉啊，安尼。是啊，一路以来吼，其实这律师团拢伫边仔陪伴啦吼，咱继续搁请教律师啦吼，安怎看？咱讲头拄仔这2020年吼，这所有的这个自诉这个部分拢无罪咧。这部分其实咱义务律师团的部分，咱有提出的四个诉讼是自诉啦，都是讲阮自己检察官自认为检察官的这个地位去调查这案件，啊，毋过都是因为咱自诉的部分真困难，因为咱无法度参像真正的检察官去调查，讲到底是倒一个警员施暴，还是讲倒一个警员做较过分的代志，所以讲这不管是提出到各种大案，也是南港分局长，也是讲台北市的警察局长，也是讲各有自诉，讲马英九因4个人，马英九江宜桦，还是讲王卓君跟这个黄胜勇、方扬宁这个部分，这自诉的部分，全部拢在1审的部分都在台北地方法院拢判因拢无罪啦，感觉因拢无机会，嘛是无讲认为讲因爱负责任，对于这个施暴的行为爱负责任啦。啊，咱义务律师团呢，感觉讲这真无道理啦。安怎讲起来？因为但是讲国赔案件的时阵，国家赔偿的案件的时阵是判因因是胜诉，因是胜诉，意思就是讲国家的公务员有对因做违法不当的代志，所以讲国家的赔偿嘛。是。啊，毋过做国家赔偿，既然台北地方法院判决因国家赔偿的部分，因是胜诉的部分，国家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爱赔偿的部分，啊，毋过。到底是虾米人做这个行为？对刑事的部分拢查无，都变讲，所以为虾米迄个点点会比讲查无此人这4个字嘛？讲无这个人，到底是虾米人做的？嘛台北地方法院讲国家赔偿的部分是讲因受伤是国家爱负责，无毋对。啊，毋过咱若是讲追究落去，到底是虾米人指挥、虾米人下令的、虾米人去爱负责任、虾米人是真正施暴的迄个行为，结果讲查无，我嘛是感觉这是部分嘛是真奇怪啦。是啦，咱看这张图吼，这个过来去了解淡薄啦，咱看到讲7年前就是这个318了3月27这个民间的司改会就呼吁讲这个国家暴力被害人向因提供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另外咧，伫咧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嘛成立了这个反服务这个学运真相调查专案小组啦要求啥？提供到3月23迄当天，甲3月24，这所有的这个画面。另外咧，行政院长江宜桦，迄当阵是行政院长、行政署长，这个通联的记录啦到底谁下令的到底恁安怎讲？到底是啥物时阵爱甲这个完全这个行政院这个部分拢清除啦
要求这通联记录你都要交出来，吼，但是无啦吼。每次咱看到讲行政甲内政部吼用到秘密资讯吼，侦查无公开吼，这理由来拒绝提供到资料。另外4月25的时阵吼，咱看到讲被害人甲这个义务律师团吼，向法院吼提出到这个刑事的这个自诉吼，各部的这个部分啦吼。另外伫刑事自诉这个案件吼，审判这个结果吼，咱讲吼无特定的这个被告吼无受理吼，这都是过去叫恁爱家己好好找出来。警员是啥吼，但是这其实这个困难吼，咱嘛看到讲当中这个有人讲啊，警员的这个牌啊吼，这个号码拢拆掉了吼。所以咱看到讲，甲2015年2月10号的7的这个时阵，台北地检署吼公布着讲侦办着反服务抗议事件这个结果啦吼，以煽动吼他人这个犯罪吼来起诉着这个人啦吼。咱看到讲，头拄一直讲吼，最高法院吼3审来判决啦吼，撤销着高院2审对魏勇这个人这个起诉吼。所以咱看到讲有真侪种的这个诉讼的这个人数，有自诉这个部分，有要求这个国家赔偿的这个部分，另外还有这个魏勇因这个案件吼。啊，回过头咱过来讲着这个警察执法这个部分，头拄咱看到这个警员吼，石杯嘛讲着吼，就是国家爱来盖瓜承受啦吼。继续咱过来请教赵新兄啦吼，就是讲过去吼，即阵党吼，即阵嘛已经吼。这个政党轮替去哈，到底谁该负责哈？啊，尤其咱看到讲诉讼这个过程内底，各部哈，亲像律师所讲的，这个案件哈，伫咧这个台北市政府才是败诉哈，这个各部案，这个有10组人是判赔着哈110万的这个部分哈，所以这个诉讼哈，到底是司法，这嘛是另外一种攻防啦哈，啊，到底谁爱负责咧？继续请教赵先生。这个问题真趣味吼，这个问题就是以前嘛熟悉一寡香港的朋友吼。伊来遮参观的时阵，拢会问吼，问国民党甲民进党的朋友吼，讲咧，伊当时太阳花，大人拢问讲太阳花这代志哦，到底是枪的学生唔对，还是讲地内底党的警察唔对吼？啊，我想来想去，我就讲，其实吼，因两个都无唔对啦，吼，是这国会那面墙吼，叶门唔对。我们的国会跟我们咱的国会，跟咱的行政院吼，甲世界各国的这行政机关来比吼，这是少。会当讲足临时的，你有尴尬，因为你就是伊当时就是凊彩紧急所在，咱原底立法院是学校哈，小学哈，啊行政院嘛是垂直所在，原底伊其实毋是一个行政院该有的格局啦，好，所以跟别国家的国会，还是讲行政院这行政机关来比吼，我们是比较。缺乏管制诶，就是讲好像很随便就可以进来出去哈，我告民主国家也靠一种，所以你这造成的双方的冲突哈，很容易去发生。啊，就讲这代志就是讲哈，参像这张讲啊，自诉警察施暴案件无罪，法院更改。咱若是换一个字，变做施暴案件有罪。OK。好。马上就会另外一边的讨论卖出来讲，安尼是不是拢过当？大家拢有罪哈，敢有遮严重哈？所以这代志其实是安尼，就是一定民意会有两边无同的意见哈，会讨论啦吼。啊，其实咱看这案件是讲杀人未遂、重伤害未遂哈、伤害强制这罪，其实这款的哈，就是刑法伊的认定吼，原底就是较种刑法迁移啦，会较严格啦。吼，你如果真正讲你有杀人啦、重伤害，这是其实爱最严重的伤害，啊，认定是相对的严谨哈，所以原底就不太容易成立啦。讲实在嘛是安尼啦，哦，这所有的判例都可以去看。所以如果真的有罪，反而会变成另外一个讨论。啊，不过就是讲警察不管是倒一档之间吼，拢是国家，拢是国家嘛吼，就是讲咱来讨论讲，即摆做警察的时阵吼，有大规模的抗议民主社会、民主的国家一定有的时阵，警察会当讲处理的这权利。到底有偌济？是啊，不可能有一个国家的警察是讲完全都无处理的权利。不过这原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好让大家做好，啊，让这个警察嘛好做代志。啊，当然啦，你若是有人被打哈，说棍棒哈，这个明显听起来就是过当。OK， 好，这个坦白讲，你拿警察，但是这个有时候是我当时是。情绪上来，啊，很多天没有睡觉，啊，这个东西是不是要追究？我也觉得是应该要追究。啊，坦白讲，那是我记得擦枪走火啦，我感觉这些擦枪走火有没有超过过当这个？但是我们也要给他一个保障的空间。OK， 不然这代志每次僵局都变成是要街头的冲突解决的话，也不是一个太成熟的做法。虽然讲，过去你讲韩国、日本嘛是有啊，日本的成田机场哈要迁移的时阵。你的民众在抗议的时候，我看这那是抗议，这械斗啊，准备这么大的这个木头哈，
冲到头前去，啊死了好几个人。哇，真当时安尼抗议，啊这民主国家，这可能是一个无法度避免的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内底，安怎互咱的这规矩搁较成熟吼，搁较建制化？我感觉这是咱会当讨论代志。有影啦吼，所以咱头拄嘛讲到，这个警察这部分吼，真正迄当阵吼，到底向下令啊是啥物部分吼？咱看到讲吼，迄当阵吼，这个自首警察施暴这个案件吼，有这个杀人未遂啦吼，啊，搁有这个当伤害强制吼，这这个案件吼，所以吼。自首的这个对象要告啥吼？要告这个指挥官吼，啊，这个告杨指挥官啦，告这个市警局的这个局长黄成勇，另外告针对着这马英九公益法吼，王督军吼，方永玲啦吼，咱看到讲诉讼这个结果吼，拢是这个结案无受理也好，也是讲无罪啦吼。另外咱嘛讲到吼，这个警察这个使用吼，这个棍啊，也是讲高压这个喷水车，拢是一定的这个装备，这是法院的这个见解啦吼。所以伊讲唔是专门为着324事件这个学生所准备的吼。另外咧，咱讲吼，这个无法度确认，也是讲认定着这个特勤这个警员吼，广泛来挑剔讲使用这个暴力啦吼。另外吼，执行驱离的这个任务的这个环境吼，来自无共的这个单位也好吼，临时编组等等的遮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遮若是事先吼有警察警员的使用着这个违反比例原则的这个暴力行为吼，但是咱看到讲针对着马英九啊、江宜桦这个王督军遮的人吼，因并无杀人、重伤，还是讲伤害强制犯意，还是犯刑啦吼。再来咱个请教民警兄啦吼，其实咱头拄嘛讲到，警察尤其拢是第一线，尤其这个是政治事件也好，还是抗议事件也好咯，第一线这个环境拢是难为的啦吼。所以咱搁继续请教吼，民警兄来讲啦吼。针对着吼，这回7周年这个事件吼，咱搁一届来思考。头拄你嘛好提供着真侪意见吼，针对着警方司法这部分，若是讲吼抗议群众这个部分呢，你有啥物好建议的无？其实我讲这个抗议的群众来个现场，其实伊是甲警员是完全颠倒变。警员其实吼，你现场伊嘛有家己的立场，有的人是支持民众的，有的人是无支持的。但是伊的任务就是爱守伫遮。是。颠倒变就是讲你遮的民众，虽然吼，你会使自由来去，要抗争就抗争，我要转去就转去。但是你有一个运动的目标嘛，你就是某一件代志，咱该来甲执行嘛，吼。所以其实你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目的。其实咧，你若内底有人吼，你若讲你这个领导者，你有法度适当的指挥的时阵，其实会使控制。所以虽然咱有这领导人讲我就一个人，我无法度控制这群众，其实是有法度的啦。所以其实对警方来讲，是讲这个抗争运动内底这个领导者来讲咧，其实双方拢有伊的责任伫哩。咱拄仔讲着讲行政院甲立法院是咱无共款，其实3月迄天呢，我人是总统府，总统府的这个手臂就甲行政院甲立法院就拢无共款啊。你若讲你若要从总统府个另外一回事，所以其实有程度无共款。但是呢，咱直直想着讲，你若程度无共款，但是咱要解决代志的时阵，咱的长官是要安怎解决这件代志？譬如讲迄天，你若毋是讲，咱知影讲院长讲拜一来上班，但是你若莫讲我6点进前请我了，我若讲9点呢，是我讲中昼进前呢，其实你就有一个所谓的空间，可能你警察用的这个方式。就袂遮严格，譬如讲我若一个更嘛，但是因为我有时间的压力，我无法度一个更，我变做我一届更多侪，迄冲突就无共款。其实吼，咱即摆对人来讲，咱来反省就是讲，长官呢，伊对解决即件代志，伊的目的性，伊是要当时解决，还是要安怎解决？伊的思考是毋是伤过严格，还是讲伊伤过急促安尼？第二就是讲。咱即个警员，你事前你会互伊足好的教育，讲咱啥物代志会使做，啥物代志袂使做。其实咱即马拢无安尼，甲即马7年啊，嘛是共款，互你练擒拿紧棍，互你练即个啥物逮捕术。但是其实伊无甲你讲，你若伫现场拄着啥物情况，你爱安怎处理？倒一个程度，比如讲行政甲立法院，咱即马看就知影讲，这是2个程度无共款的抗争。你即个立法院的作为甲行政的作为。是倒位无共款，你做到啥物程度，其实无即个教育。甲即马我家己嘛是无，就讲，咱即个教育内底有甲你教遮个物件。第三就是我以前若定定你讲现场冲突的时阵有即个证书嘛？我已经10外点钟、20点钟我拢无入去，我当然起码自较无好可能我有即个暴力的行为。但是你着爱想着讲，你是安怎
轻微安尼摆，就算讲你有抗争，啊，你要安怎轮替？你要安怎互现场的警员讲，哦，你通休困，哦，还是讲咱这个一群的压力莫遮大？你警察无人权的时阵，你就连续工作20点钟、30点钟啊，你就无人权啊！你哪有可能讲，你相对的时阵，我都想讲，哦，我这袂使伤大力，我爱互你有人权，你家己无人权，你哪想着讲别人的人权？所以我是想讲哦，为顶面甲下骹，啊，搁咱的家己的教育，哦，不管是群众的教育，还是讲咱警察的教育，这规个拢要改进，下摆才会避免咱的代志来发生。是。感谢民警兄，然后甲咱做真好的这个分解，然后分析。咱嘛感谢各民警兄一届，然后说来，咱要搁带大家来看讲经过着日头花运动还是太阳花运动7周年，然后另外3月23、3月24这个事件安怎来搁一届互这个公民意识的这展现但是嘛有另外人有这个无共款的这个声音，咱拢是爱尊重的这个部分所以咱搁来看另外一个报道。2014年太阳花运动透过网络传播，整个运动真紧就得到各界回响。但是网络到底号召偌济人来参加这场社会运动？清华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林佑成表示，袂当伤过乐观。如果一个公民参与要参加，那你需要人到场嘛，然后做一些讨论那或者是甚至社会运动的话，你也需要到场，这运动才有力量。但是在这个键盘参与的部分的话，就是好像我在键盘上按了赞，我在键盘上转贴了文，我的责任就了了那这个时候你好像反而会对于公民参与或是对于社会运动造成一个比较反的效果。林佑成指出，网络顶讨论甲遮尔热烈，若是实际上的活动，无人站出来参与，等于是空雷无雨。另外一个现象，就是网络的降温战相高，造成的对立伤明显，毋是乌就是白，意见无同的两边，无啥讨论交流的空间。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是，就是说你还是要强迫自己去接触到不同意见的人。好，今天如果你看到一个公共事务，看到一些政治议题，你有一些想法，你应该找一个意见跟你不一样的地方，无论他是网页，或是你的朋友，或是其他去了解，其实去强迫自己去接触跟你意见不一样的人，看看他们是怎么想的。有讨论才会当有理解。林佑成建议爱培养耐心，莫着急发表意见。若搁讲到这几冬，因为媒体民主化，318过后，网络出现真侪专业主题性讨论的新媒体内容，网络传播风险未矮。2010年成立的 G0V 临时政府，在318活动时投入解决各种网络问题，顺利透过网络和资讯公开。G0V 发起人之一的艾帕也提醒，虽然网络当兴，嘛都要注意是不是有民粹的争议。被商业掌握的所谓的自媒体，或是被公权力掌握的这个小编文化，在带这个政策的风向也好，或者是在政党之间的这个舆论的风向也好，它可能就不是那么民主，就是真的 bottom up 的这个自媒体的力量，而是从有权有钱再回头看起来好像是自媒体，这到底怎么去分辨，然后再去找到问题，再思辨，再行动，这就会是一直要循环去民主进阶的一个过程。自从太阳花运动了后，大家开始追求资讯透明、公开政府的诉求。网络顶也有侪种声音意见、议题讨论，要安怎培养辨识的能力，让大家毋是干那被动接受资讯，嘛会当正做反映想法、展开讨论的创用者，嘛是这个资讯爆炸、新媒体大量出现的时代，民众当日面对的新议题。记者杨淑静、谢桂林台北报道。是然后咱讲到这个日头花运动还是太阳花运动了后，然后真侪人讲这是网络起家一种运动但是咱嘛看到讲头拄这个教授建议讲你就是爱跳离开你的这个降温站但是咱讲回过头来讲这个运动有人真侪种看法有人当然是正面支持的，有人当然是讲这可能是影响台湾无法度发展的这个部分，你安怎看咧？我是感觉这一定是正面的啦，因为即马网络愈来愈清所以大家毋过大家民众爱有知觉讲，伊爱看是内底的内容，毋是看标题，也是讲看表面的物件，是
唔通互媒体，唔通互网络看咧行，看咧行，选伫你看到的新闻，也是讲选伫你看到的议题啦。所以我是讲网络是对的，因为迄是一个方法，互大家知影即马社会有啥物代志。啊，毋过唔好互内底内容骗去，爱家己知影。你了解是啥物物件？有影，就亲像他拄仔迄个教授吼，影片内底教授所讲吼，你的这个支持的这个意见你爱看，这个无支持的意见你嘛爱看吼，两个来去做一寡这个参考伫啦吼。这是咱讲吼，这个网络世代应该有的这个知觉啦吼。但是咱嘛，回过头来讲到吼，这个部分吼，就是咱头拄仔讲到这个最高院吼，二审有做这个判决吼，发回高等法院来更新吼。所以来咱搁请教到这个律师啦吼，咱讲吼，即阵上新的进度，什么时阵会搁较来去做一寡这个判决的这个部分呢？一般来讲，最高法院若发回的高等法院时，高等法院爱定选新的法官或定性过啦，吼，就是讲一般都是原底高等法院的有罪的判决，都是去撤销掉。比如讲，回到讲一审原底是认为是违用因这是无罪的，吼，为高等法院选个定性开始，即摆定性情形，阮即摆是毋知影，应该是未宣判出来，所以讲高等法院个定性审理，个定性掉新的证据，新的法官来新的审理安尼。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这最高法院吼，其实有一寡这个见解伫咱头拄讲到吼，公民不服从的这个部分，啊，有抵抗权的这个部分吼。另外吼，这个更新的理由就是讲吼，咱讲吼，虽然咱无明文规定吼，人民有刑事抵抗权的这个权利，但是依照吼这个国民主权这个宪政原理吼，会当加吼来去承认吼。所以咱看到讲吼，最高法院吼是吼用到咱讲德国的这个部分来去做一寡这个参考啦吼。咱讲煽动这个他人吼犯罪这个部分吼，并无违宪啦吼。所以吼，真侪种的这个讨论吼，咱嘛看到讲这个针对着这款的这讨论吼，无共款的人有无共款的意见吼，咱拢是爱来互相尊重吼。但是咱嘛看到讲，马前总统其实有写一本册吼，就是这个执政8党的这个会咯，内底讲吼，迄寡吼，互台湾停止无进程的这个罪人吼，来形容着日头花运动，还是讲这个太阳花运动。当然马前总统有伊的这个看法吼，但是咱安怎过来理解吼？马前总统伊安尼讲话，甲咱讲吼公民诉求的这个部分呢？继续请教赵先生。其实马总统伊的角度吼，是毋是讲去责怪一寡学生啊是安怎吼？伊的看法是，当然啦。譬如讲经济全球化经济，这个路线好也是歹，这可能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对于来讲呢，服贸可能是一个打通台湾，这个就是讲世界是平的哈，这款的世界开放，和台湾有更较有竞争力一个方法。可能即马就是对于来讲，这就胎死腹中嘛。胎死腹中了后，可能感觉讲台湾的竞争力可能。无法度搁较好，当然有人想讲，这是糖衣毒药啊，吼，那就无法度看法。不过伊有伊的信仰 ，OK， 吼，讲伊是中共投入人嘛，无公平啦，只能说他的这个看法，可能跟别人对于客观事实的了解有无共款的所在。这个算讲是伊的信仰，所以讲伊可能感觉讲这是一个对伊来讲是台湾竞争力找到出路的一个挫败，而且伊会讲这咱会当理解吼。不过学生嘛有学生的看法，就是讲。在服贸的过程内底，全球化的过程内底，其实做学生的是讲咱个体户吼，没有分享到这个全球化的果实。OK， 所以讲服贸当然了，就是讲中国大陆哈，这个政治上的因素，还有武力上的，或者是说政治上对我们的不友善，把这个经济的因素跟不友善更加加强。其实其他的国家，如讲美国的 NAFTA 啦，美洲贸易协定啦，中日韩贸易协定啦。拢受到这款的挑战，是。就连的原底是上主张，就是爱全世界要抢 FTA 的进动，美国的民主党，拜登即马拢讲，我即马做总统签 FTA 毋是我的优先顺序。OK。所以讲，咱台湾原底是茫讲会当甲美国来签 FTA，做一个 balance。即马嘛是讲，可能爱为后壁搁较延迟更延迟一点所以讲这全球的趋势，我感觉讲是较大的这个框架，咱去讨论啦。我们是感觉讲，如果说这个两岸这边起码真正是较敏感的时阵，咱嘛是爱找到咱一个替代方案甲出路啊。这是一个咱较务实的想法。
是啦吼，这赵先生讲了真正好啦吼，就是讲过去吼，这个马政府当然有伊的思考吼，讲这个两岸可能吼是会当拍通着咱的这个人道义卖这个部分吼，但是学生囡仔吼当然吼有因的这个惊吓，是讲吼这个群众吼抗议吼有因的这个诉求伫吼，尾首咱们看到讲这个服务协议吼，这个协定吼真正是吼都无个执行啊，但是咱们看到讲这个全球化嘛，有人咧讲吼这个。就是爱来去做一寡这个检讨啦，到底啥物款的全球化吼是向得利向得到这个好处啦但是向无得到这个真正好的这个果实伫个啦所以有人会反对这个全球化这个部分但是咱嘛讲甲向做一寡生理的这个往来咱拢爱去认捌到所有内底所无注意到这个代志7年了，咱嘛看到讲是头过运动还是太阳花运动啦有真侪人的这个讨论有人是支持，有人是这个反对这个部分但是咱讲做一届来去思考你就是爱认捌到无共款站厝的人安怎去思考才会当来完全看透这回这个事件甲代志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搁咱的这个民警兄伫咧线顶，甲咱做一寡这个分享咱嘛毋望讲这个判决对双方来讲拢是做一个上有利的这个判决方式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后回再会，感谢多谢。